己的朋友，也许是你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你的自己的亲人，然后跟他说有主真好，耶稣爱我也爱你，来跟你约一下，说有主真好。
献上给这样的跟我直接是求，哎。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我们的上帝，今天是平安给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因为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坐在这里同心敬上帝。更感谢今天早上敬拜团所带来的诗歌，都帮助我们可以安静的。站立来赞美上帝，唱风流。面对困
柔软的心，预备好自己，在聚会以前审查好自己，祈求主领导神减轻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以圣洁的装饰和睦的心，虔诚虔心的来敬拜你，也求主赐下敬拜赞美的人，使弟兄姐妹被圣灵引导，用心灵诚实口唱心而赞美神。圣灵充满时，荣耀的宝座设立在教会，更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随意行在我们的人做感动的工作，使弟兄姐妹透过诗歌、敬拜、祷告和信息，与神连结有美好的关系。祈求主帮我有真传道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从他口所出的每一句话句句纪念，带着圣灵的能力，我多将神的话语分享出去，好让神的话充满在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的话能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得到更大的帮助，使弟兄姐妹生命被改变，灵命更增长。也祈求主你祝福改正传道，他是你所拣选的人，祝福他所做的工作，待他如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让他所做的经过顺利，荣神益人，也祝福他们家人都能支持真传道的服事，成为最大的供应。当然，主你是他最大的靠山，是他的力量，是他最大的帮助。谢谢主，亲爱的主耶稣，今天从早到晚，我们今天的礼拜全部交给我们在主的手中，祈求主在孩子们这个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现在要教导主导人的祷告，我们用华语，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就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我们看下个礼拜的事奉。9月6号，主日事奉，当天是和谈9点半到12点。讲道者是我们的刘爱秋牧师。那一天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借所有机会都由儿童主日来负责。那事情呢是陈敏珍跟陈凯丁，合影片的是卢丽轩，音放由刘心义，献诗是儿子约定，子周长老是黄明杰长老。那一天我们的主日学就要跟我们坐在主堂一起来聚会。那我们再看各团契的聚会，中年团契看管关怀主日会后会安排。那弟兄是没有时候就按会长去安排。妇女团契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手工艺是济南带秀美长老来处理演唱。耶利尼9月5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展开纪念日在2楼。那9月2号在下面再看下面，9月2号的家庭礼拜在惠修院
经进度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24章，弟兄姐妹到都在做鼓励弟兄姐妹圣经。这个读经运动是讲好话、说好话、做好话。那第二项是今天主日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真同来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来认神祝福我们的事工工作，请家中第三，下周9月6号的儿童主日纪念主日，请为儿童所有预备的各项工作来做祝福。第四是下周9月6日主日聚会结束后召开讲职会评审都预备新出席。那下面是给消息，请为我们的年长者或者是给软弱者为促进患难的家庭给予求主眷顾信心力量胜过难处。那祝愿苏建荣修养的新主都业长洪昌李妹新法正宫李妹林秀玲秋花正宫妹祝美妹赵正金朱成金法陈阿章方雅方美玲张英文黄金山李生金愿大家都能够这样的负担可以为他们给予。那我们来读本周的经文，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马书15章4节。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在罗马书15章4节。罗马书15章4节，十分让你们多么感谢他，在这个因为罗马书15章4节，我们第一单以放在主干门面以我上巴西放那以那兰多沙个布拉吉达达maka ijerno pancarai sudah dato sapa saya audi tadi kasih balonsakan法语是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会教训我们写的，所以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盼望。那我们两针转到主题是神啊，帮我一把，知道怎么翻译大家好，请两针转到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很有精神。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我也不会翻吼，如果会的人可以等下私底下帮忙翻，就是神啊帮我一把。那不知道这个礼拜过去，有一点来了，不知道这一个礼拜过去，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好，我们借我你的一只手。好，你觉得你过得好呢，就帮我5，最高是5吼。你觉得不错，或是还可以，好，慢慢的吼，依照你的心里面的程度，你觉得你这一个礼拜过得怎么样？给自己打个分数。好，
好，我说1、2、3，我们就比哦，最高就5分哦，你觉得很好就是5分哦。好，1、2、3，哦，好，哦，很多人比5呢。好，比5的请放下，哎，还没有请举高，还没有叫你放下，比5的先放下，比5的，好，有比4，好，比4的请放下，有人比3，好，比2的有吗？有哦，有人比2，有没有人没有比的？啊，也很多只手。好，不知道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其实我们常常需要审视，或者去想一下你的一生，你的1个礼拜里面你怎么过日子？你可能很忙碌，忙碌到你也不知道你礼拜1吃了什么，你礼拜2跟谁出去？或者是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事情，你可能都没有很在意。我们在很忙碌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自己。那希望今天呢，开始大家呢不要忽略掉自己，也能够时常看见自己的需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聚集在这里，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能够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可以用我们所会的语言来向你祷告。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中。主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来动工，愿你的圣灵亲自安慰那需要被安慰的心，需要被拥抱的灵魂。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下时间，也保守我的口，洁净我所说的一切的话。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我参加了一场韩国的婚礼礼拜，韩国。通常去国外要隔离14天，但我昨天怎么去韩国呢？我用网络直播参加韩国的婚礼礼拜。这个婚礼礼拜呢，是我很想参加，但又没有办法参加，因为去到韩国原本想说，因为我是传道了，可能主日要去参加婚礼不方便，因为要教会牧会。结果我很羡慕其他同学都已经买好机票，规划好行程要去韩国，殊不知这个疫情却打乱了大家的行程。然后，所以我们一群人呢，全部的人为了参加这个婚礼，我们都在线上等待，在等待我们的朋友结婚。如果你都有看新闻，都知道韩国的疫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他是我的室友。他昨天的婚礼经过了很长漫长的路程。他的婚礼以为会很顺利，结果殊不知疫情的关系又改变了他们很多计划。但他们仍然坚持要结婚。原本我这个室友呢，他也是神学院毕业的，他是韩国人嘛。他原本呢还想尽办法，希望在学校的时候，他能够就办一场婚礼。因为他的另外一半不是基督徒，他想说婚礼很重要，因为婚礼是在神的面前再次的立约，跟神立约，我跟这个人将定终身，我跟这个人将一起步入一个新的关系、新的家庭，所以他觉得婚礼很重要。但是因为他是韩国人，那因为很多的礼拜的节期，对我们这些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是很难办的。我们想了很多方法，要帮他在台湾办一个婚礼，但最后面呢，他跟他的先生呢讨论之后，他们决定还是要有父母在场才能够，还是很有意义，才是很重要。我认识他的时候呢，很特别。虽然我们都是神学院的同学，但我们的认识很特别。我是一个很喜欢韩国的人，我很喜欢韩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讲话听起来就很可爱，我就很喜欢。然后呢，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其实很害怕，因为你要在一个韩国人的面前讲韩语，
讲他国家的语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害羞。可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我们慢慢的认识，我慢慢的认识他，知道原来他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跟他的先生一路走来很辛苦，因为他的先生不是基督徒，女方的家人呢，特别是妈妈，非常的反对他们在一起。妈妈甚至想办法找一个能够配合她女儿的人选。她的妈妈呢，很多的朋友，她认识了一对夫妇，他们是宣教师。她想说，宣教师的小孩很棒，跟我的女儿一起服侍，很棒。所以呢，在以前，她的母亲极力的想要我的朋友能够跟这个宣教士的孩子能够结婚。我的朋友他其实也很顺服，可是他内心还是觉得不对。他跟他的现在那时候跟现在的先生以前是男朋友，他跟他分手，然后要跟这个宣教士的孩子见面，他觉得内心还是很不安。他内心还是觉得挺奇怪的。他最后面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心，他很爱他的男朋友。他跟他的先生的认识是他倒追的，是女追男隔层纱，很辛苦。因为他的先生也很特别，他的先生有所谓的脸盲，脸盲就简称他认不得别人的脸。他认不得别人的脸，不是说他是生病，他要看好几次，他才知道，哦，这个人是谁，他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的朋友在追他的先生的时候，他很认真，很努力。他的先生呢，感情不太会表达，他甚至曾经还留过前任女朋友的东西在家里。我的这个朋友啊，他真的很有耐心。一般来说一定会跟另外一半生气、发飙、发怒、吵架，就说你怎么可以留前任的东西？可是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很有耐心，他忍，他就说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我忍，我就忍了1年，慢慢的一点一滴告诉他我的心情。他们的过程，他跟他的当时是男朋友，磨合很久，最后面他们也遇到关系上面的拦阻，母亲反对，母亲不愿意他们在一起，甚至母亲她还让他的其他的孩子会问他说：“你觉得姐姐的男朋友怎么样？”他想说，透过其他的孩子，透过弟弟妹妹们的话来反驳他的女儿说：“你看，你的弟弟妹妹都觉得这个人不好，想要来反驳他，想要让他们分开分手。”但殊不知，这个他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呢，就说他很好啊，姐姐的男朋友对他很好，也对我们很好。妈妈就不知道怎么办，妈妈很想尽办法的想要让他们分手，可是却没有如他所愿。在昨天在线上看到他们站在一起的画面，然后跟着我的母亲、我的姨娜来分享他们婚姻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我就流了泪。虽然他的先生不是基督徒，但是为着他的太太，他愿意去教会，他也愿意坐在教会里面来听上帝的话，能够来明白。我看到他的先生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去韩国，当我再次去韩国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们没办法沟通，但是我看到他的先生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给我的感觉很好，很温柔，很疼你，
爱你。我的朋友说，对呀，他真的遇到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在我的朋友要来台湾读书的时候，他们其实挣扎了很久，因为他的先生年纪比他大，他的男生的朋友都说，哎，你的女朋友去台湾哦，一定会变心啊，你们干脆就分手好了啦，不要这样子浪费时间，要等3年你们才会再次的见面。这个过程也受到很多人的拦阻，可是他的先生仍然坚持说我会等他，我会等他。所以在昨天，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没有延迟他们的婚礼，仍然坚持要办一场婚礼。但是也很特别，他们在办婚礼之前，他们已经先登记了结婚。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一些的原因，所以他就不得已先要跟先生完成政府的登记，所以在政府上，他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他们只是在昨天再一次的能够办一场婚礼，能够邀请亲朋好友见证这美好的时刻。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故事。不只是我，不只是我的朋友，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有你们的故事，你们的故事都不容易，一路走来都不容易。不要轻你一生所走过来的点点滴滴，因为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在经历神帮我一把的过程。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罗马书。如果你知道罗马书的作者是谁，我们都知道是保罗。如果你认识保罗，你要知道他的生命也是被翻转的很大。保罗是一个热心的青年，是一个为了神的国度可以热心的青年。但是在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所做的一切是叫人痛心。他用他的一切所学知识，他热心为着神工作，没有错。只是他所认识的人，所认识的神只有一半。保罗是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的爸爸是罗马的公民。他的身份非常的好，是非常的好。如果是罗马公民，在罗马所有的一些优待，保罗都可以享受。他跟其他犹太人又不太一样，因为他有一个罗马的公民，他又在好的学校毕业，在那边受教育。保罗用尽他一切所知道的，要来服侍神。但是他所做的却是逼迫基督徒，因为他所知道、所认识的只有一半，他没有全然的认识耶稣基督。在保罗之前的生命里面，他迫害许多基督徒。保罗原本的名字叫扫罗，如果今天他仍然是扫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会被他所逼迫，被带去监狱里面。如果你晓得保罗的一生，他在走往大马色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基督，很特别的经历，很特别的过程。但他因为那一次认识耶稣基督，知道原来他所认识的神不是完全的，甚至是他所学的、所知道的，都远不及他现在所认识的这个神。他悔改，他等待。我们如果透过圣经，都会以为保罗他信主之后，马上去传福音，马上去宣教，马上去建立教会。但是其实没有。保罗认识神之后，
他花了3年的时间安静，去认识他这位从未真的认识的神，去认识耶稣基督。在过了很久，10年之后，他才被人邀请开始服侍。因为当时的人怎么样害怕一个原本说逼迫基督徒的人，如今说他相信耶稣基督。每个人使徒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可是上帝却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保罗的一生，你可以说他很离奇，很特别。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像保罗一样过这样的生活。保罗他最终为了神，被罗马受洗而死，可是他最终为了福音的缘故献上生命。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就是今天的罗马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卷。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都是写给他所建立的教会，写给他所爱的人。但是唯独罗马书这间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创立的教会，但是保罗却写了一个最长的书卷，来对罗马教会说话。罗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罗马的教会很特别，它里面不只是犹太人，里面还有外邦的信徒。犹太人很不喜欢外邦人，相对的外邦人也不怎么喜欢犹太人。两个种族互相不喜欢的人，却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神。所以他们在教会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合一。因为彼此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知识，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所以很多的相处生活习惯大大的不相同。但是保罗突然写信来到这间教会，跟他们问安，一方面不是要责备他们，而是保罗很想要认识这间教会的人。他们在罗马这个帝国是交通很好、贸易很好的地方，但是这里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过去在尼禄之前的这个皇帝是不喜欢犹太人的，所以他将犹太人赶出这个地方。直到尼禄这个皇帝，他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所以他把犹太人再一次的邀请，再次的欢迎开放，他们能够来到罗马居住。可是，在他们离开之后，这间教会没有犹太人，反而是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开始在这个教会聚会，以至于犹太人回来的时候，发现竟然是外邦人在这里聚会，变成有很大的冲突，彼此不合一，可能彼此看不顺眼。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外邦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对外邦人来说，犹太人可能很麻烦，很多的礼节仪文，透过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看出这个教会没有合一。是保罗写信，不单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所说的一个信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我们得以称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相信，因着你的相信，我们就称为那个有义的人。保罗也在罗马书当中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所知道的律法、礼节、礼仪，或是什么日子，守这些节日，我们就可以称作为义人。我们称作为义人，是因为我们相信，因为外邦人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相信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个信仰，因着相信，我们能够称为义人。保罗写信给教会，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做任何事，都不能因做那个事情，称自己是被得救的。唯有建基在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是得救的。保罗也告诉教会的人说，从前所写的这个圣经，就是他们所读的旧约，所读的摩西五经。这个经文教训每一个人，是为每个人所写，为的是要能够生出忍耐，还有安慰，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盼望。如今的我们也是，不知道你的生活有什么事情可能让你不合一，不单在教会，你在你的家庭，你在你的公司，你在你的学校，你在你的所有的一切当中，有没有让你遇到不能合一的状况？那在这个不合一的情况里面，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小型社会，我们的家庭是我们最好磨练合一的一个地方，最好磨练跟家人合一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都不一样，我很感谢神，也觉得神很奇妙。今天可以不止今天，上礼拜我可以跟我的父母亲一起来到这个地方聚会，是在见证上帝帮我一把的过程。不过我们都不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家庭彼此的情况是如何。我的家庭不是好像大家看到的是这么的顺利，我的家庭也不容易，我信主的过程也不容易。我的家庭没有这么的热切爱神，因为在以前我们不认识神，因为在以前我们只觉得好乖的人或者是不乖的人，家里很矛盾，才要去教会。甚至是我的其他亲戚原本去教会的离开了教会，我们也有经历过在教会里面的没有合一，所以离开；在教会里面经历没有被得到安慰，所以离开。我们离开了教会，我也曾经离开过教会，可是，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当我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帮我一把。我的大学是我生命被神拉一把的时刻。我小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很爱上教会，我很爱去教会，我从小就去。可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离开了教会，感觉教会终于离开我，感觉我终于脱离了这个束缚、这个约束的地方。但是这一生的过程当中，
在这离开神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很轻松。我确实过着在肉体上面、私欲上面的一个快乐。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不用因为要来到教会服事，要来到教会礼拜，我好像被约束一样。那时候的我认为上教会就是一个被管辖的时刻，我没有办法知道，或是我已经忘记上教会美好的期望，我已经忘记了我来到教会美好的情形。直到有一次，依着朋友的邀约，我去到了教会参加活动。在那一个活动当中，我再一次认识，或者是我重新全新的来认识这一位我小时候所信奉的神。原来我所相信的神，不是只有表面上面的好跟不好。原来我所相信的神，他一直保守我的生命，也保护我的一生。如果我当初没有去到花莲，我不知道我还能够怎么样认识我的神。在那个营会当中，我重新的认识了神，也再一次的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我的神。我愿意开始重新的投入教会，服侍、学习，也跟大家一起敬拜。这样的过程非常美好到我想要全然的献身给他。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面对我的呼召，面对我的献身，但有一个很大的拦阻，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在我的心里面成为我的疙瘩，就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有软弱，我也有软弱，我们的家人都有软弱。可是上帝却很奇妙的经历了，可以说快10年的时间。如今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亲跟我一起来到教会，这是我小时候的盼望。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很煎熬，我就想着，上帝啊，我服侍你，我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我这么用力的服侍你的教会，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办法像我一样认识你？这个过程我很煎熬，我甚至认为是我做的不够多，是我做的不够好。可是因信称义，因着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成为那个蒙福的人。我们有没有让神来帮我们一把？我的家人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相信是神帮我一把。你们可以坐在这里，也是神帮你们一把。神帮我一把，让我重新认识他，让我知道信仰不是只有浅薄的，不是只有在教会做礼拜，而是我们可以用行动、用言语来回应他。我的家人如何改变我，真的不能真的能够了解。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我听了那从我心中的声音。在某一年，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说，邀请你的妈妈跟你一起读圣经。我内心想，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因为连我都不爱读圣经，更何况是我的妈妈。我很挣扎，我也想回避这个内心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我胡思乱想，但是这个声音以及感动不断的催逼我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就在一个夜晚的时候，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李娜，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读圣经？我
就说，就1个礼拜1次。我内心想说，赶快拒绝我，赶快拒绝我。可是我李娜却说，好啊，好。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的好。内心我就觉得完了，我每一周都要跟我的李娜一起来读圣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时刻。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我读经的时候要说什么。可是很简单，就只是读，不用解释经文怎么样，背景怎么样，不用，就只是读。读完之后有没有感受？没有啊，没有就没有。那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感谢。就这样过去，至少有5年吧，至少有5年。这个过程当中很久。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我还在习惯要跟他一起读经，有的时候我还要习惯。因为我李娜的脑大不好，我要等她。她的看字有时候会念错，我要等她。这个过程里面，我学习什么是合一。我是一个很急的人，我就想说赶快念完，赶快念完。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等待她，我学习等待她。这个愿意等待，愿意。在他的软弱上等待他，我们开始合一。很奇妙的是，原本我的李娜她都不太会分享，就她一直说我的嘴巴很笨，我不知道可以分享什么。到后面，我都觉得她都分享完了。这个经历我们都觉得很特别，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改变。他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多的领受，可是就在每一次我们这样的祷告读经的时候，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也改变。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年轻人可能会很急，我们的长辈阿塞可能很慢。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如何在基督里面合一。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在罗马书信里面，他也告诉了犹太人、外邦人要合一。我们都是信同一位神，在这位神里面有慈爱，即使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因着神合一，因着神合一，在第5节，保罗写着：“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彼此同心是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那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有没有跟我们的家人合一？我仍然时常有时候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对我的姨娜或是妈妈发出一些不耐烦的声音。但是这是我们的软弱，没有错。可是我们的软弱，谁能够帮我们一起走过来？除了神之外，神也告诉我们，透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相爱，要帮助那软弱的人。若你是刚强、是坚固的人，你应当去看顾那些软弱的人。在我们家中，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在信仰上比较坚强的人。但我不能因为我的坚强去轻看我的家人。神怜悯我，因着我的坚强坚信在这个信仰里面，他教我如何去帮助软弱的人。
们的家人，你一定很希望你的家人都能够爱主、爱神，终身服侍神。但神要我们学习坚固的人要去帮助那软弱的人，在信仰上面软弱的人。神透过保罗提醒犹太人，不要用你们所知道的知识来去加注在那些外邦人身上，使他们信心不是加增，而是越来越软弱。若犹太人知道这些的律法，应该去帮助扶持这些不明白的外邦人，跟他一同站在他的软弱上面，帮他一起向前。我在这个跟我以娜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也有我的软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帮助。有的时候我会忘记，我甚至为了跟朋友吃饭而忘记我要读经祷告，可是我的以娜，她就会愿意等待，她会愿意等待。她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改到明天，或是没关系，你晚一点到家，我们再继续。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强的人要显得他很强，不是强人要显得他很有能力。神让我们懂那么多，知道那么多，不是为了彰显自己，而是为了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保罗有优越的身份，有很好的知识，他过去迫害基督徒，但在他遇见神之后，他将这些所有去帮助一些需要认识神的人，帮助外邦人，帮助犹太人明白神不单只是他们所读、所认识的那样。不知道你这个礼拜过得如何？你是否有软弱的地方？但都让神帮我们一把。最后我要提彼得这个人。彼得是一个嘴巴会先说，他会先说主我爱你，他会都先说好好好，可是他很快也会显出他的软弱。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是一个很冲的人。如果你记得保罗，他曾经在海面上的时候，因为看见耶稣，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问说：“神，如果是你，让我到你那里去。”听着彼得这句话，耶稣说：“你来。”彼得就跨出了船，走在海面上。当他快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因看见环境风浪仍然在，他突然失去了信心，开始往下沉。耶稣拉了他一把，说：“你这小信的人。”你可以说耶稣谴责他，或是耶稣怜悯他。可是不单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耶稣在说这句话之前，他先伸手拉了他一把。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有信心，但是因着环境，因着被拒绝，或者因着困难，或者因着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我们就失去了信心。可是神一直都在我们的前面，等待着我们愿意跨出我们认为安适的那个船。即使你开始向下沉，但是只要说神啊，拉我一把，神愿意伸手救你，神愿意伸手救你。我们面对合一，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帮我一把，神帮我一把。”上周跟大家所分享的，
逆风中的翱翔，是让大家能够知道神不管在何处，他都愿意把你捧起，愿意改变你的情况。那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选择相信，选择转向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就称义。我们称义之后，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成圣。但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不容易，因为我们会遇到好几次的高高落落，可能再一次的跌倒，再一次的重新爬起来。但是你有一个权利可以选择，就是跟神说：“帮我一把。”在关系当中帮我一把，在工作当中帮我一把，在教会当中帮我一把。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完成许多事情，甚至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事情。我们都需要靠着神。即使保罗拥有很多优越的条件，但他仍然都要靠着神，才能够完成传福音的工作。他只有靠着神，才能够去宣教。若不是神，他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呼召。保罗也没有想过，他写给教会的书信会成为神所使用的话语。但只要我们选择神，你帮我一把。在认识神的这个道路上面，你可能信心软弱，但是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信心不足，帮我一把。”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所拿得的圣经，无论你的圣经是多新多旧，但是圣经神的话，你靠着它，它能够帮你一把。如果我们不选择神，你永远没有办法认识这位奇妙的神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帮你一把。我们需要靠着神，用他的话语帮我们一把。无论你处在怎样的环境，是逆风是顺风，神都可以帮你一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拉我一把，求你拉我们一把，拯救我们脱离沮丧的情况，拯救我们脱离失望的光景。主，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你知道他们的光景，他们需要你拉他们一把。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向你诉说，向你敞开，求你帮他们一把，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爱还有你的话语里面被你鼓励，能够看见生命的亮光，能够从你的里面再次的重新来过。主，你是怜悯慈爱的神，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向你求你赦免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赦免。主，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在失败当中，在错误当中，能够继续的来学习。我们有信心和勇气，能够来面对。帮助我们建立在你的磐石上，你成为我们头块的方角石头，让我们的光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能够永不摇动。愿永不摇动的应许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站立得更稳、更强壮。即使有狂风暴雨，我们都能够在你的磐石上安然度过。主，求你帮助我们，拉我们一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不幸，遇到需要合一，遇到需要磨合的过程，遇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求你来帮我们一把，如同你帮助保罗一样，也来帮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谢谢主，你将自己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靠
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那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的生命